Hello， 今集首先介紹深圳最新嘅景點啊，就係 K11 Ecoast 啊，係喺2025年4月先開業㗎，係喺地鐵太子灣站 B1 出口直達啊，港九新界亦都有跨境巴士直達嘅。K11 咧亦都鄰近蛇口郵輪中心啊，所以回程我哋選擇咗搭船啊，50分鐘就返到上環信德中心啊，而且全程唔需要排隊啊，坐得好舒服啊，建議尾站去呢邊玩咧可以考慮喎。輪到介紹 K11 裏面啊，分南北兩館嘅。北館呢邊咧就以原木色調同埋大量綠色植物為設計主題嘅，塑造出一個好似森林峽谷嘅感覺啊。中庭咧亦都用咗玻璃天幕啊，日頭嘅時候有自然光啊，唔使開燈都好光猛啊。晚上咧開着咗嘅玉蘭花吊燈咧亦都好靚啊。商店方面咧就有好多國內嘅潮牌啦，亦都有好多藝術品店嘅。行到攰想休息下咧，就可以去 B1 樓層啦。呢度有好多輕食啦、coffee shop、雪糕、甜品店等等嘅。目測呢度最受歡迎係呢一間大榕樹下順德家宴啊，因為新開張啊，食飯時間極多人啊，間間都起碼等幾十張啊。我哋港船冇試到啊，而且大部分都係連鎖店嚟嘅，唔想排隊咧就可以過隔離太子灣花園 Villa 度食啦。南北兩館咧就有幾層天橋連接嘅，再行過少少咧就係海濱嘅藝術空間啊。輪到介紹南館啦。用咗鮮黃色為主題啊，配合翻呢邊以親子流行文化為主題嘅鋪頭啦，包括咗有室內嘅兒童遊樂場 Miland 啦，亦都有玩具反斗城 Mini Show。咁頭先介紹嘅就係南館啦，呢度咧有條長天橋就過翻嚟北館呢度嘅。南館對出咧就係太子灣花園城 Villa， 呢邊仲靚啊！2025年5月開幕嘅，係由8棟白色嘅建築物組成噶，幾靚啊！好似個花園咁，好寫意噶，拍拖嚟行下就啱啦。佢話呢一間糖水鋪咧係前文畫總廚主嚟嘅喎，好似好勁咁喎。呢一個係 since 1904年賣麵包嘅德國式烘焙啊！竟然呢個小噴泉吸引到思思。除咗啲大品牌咧，都有呢啲細間嘅小店嘅。係 juice 嚟㗎。呢架船其實係賣衫嘅。咁就有啲半露天嘅一啲市集。其實真係好近咯，譬如你睇下依邊行過嚟依度呢，就係頭先呢嗰個露天廣場啦。咁好啦，因為呢 K11 Ecoast 隔離呢，就係呢一個蛇口郵輪中心呢，就有船呢返上環順德嘅。我哋最後呢，就決定咗呢搭呢一個。咁呢個就係自助購票位啦。咁我哋兩大一小呢，就係150蚊嘅。我哋揀咗飛之後呢，咁就要嘟埋嗰個回鄉證，咁就 OK 啦。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啊！之後要介紹一個極適合親子遊嘅景點啊，就係歡樂海岸啦。一嚟到呢，就見到 B 得主題嘅機動遊樂場啊，呢邊仲有摩天輪樂園啊！跳耶！哇！我大力啲啊！哇！哥哥幫手，哇！哇！有2個哥哥服侍啊！哇！思思話極度好玩啊，而且放電度1000啊，推介啊！咁頭先玩嗰個彈床會唔會好攰啊？嚇？會唔會好熱啊？你會唔會好驚啊？唔會驚㗎？點解嘅？
好好玩。叫得歡樂海岸，當然要介紹下岸邊有咩玩啦。呢度有好多打卡位㗎，仲有免費嘅泡泡車。只要你踩就會噴泡泡嘅。哇，仲有小貨車啊！咁咧，商場對出咧就係有呢一度咧玩滑浪風帆嘅地方。其實咧呢度都幾 relaxing 嘅地方嚟嘅，你會見到咧有好多呢啲藍色嘅 decoration。咁海邊亦都有一啲 cafe 啊或者雪糕店咁樣嘅。我想睇個 nice 海。思見到雪糕就撲咗過嚟。好冇味啊！商場裏面仲有好多親子嘢玩啊！即刻帶大家睇下啦。呢度叫做咩啊？係啦，海洋奇夢館。咁頭先咧，哥哥話咧，因為我哋香港人咧有特別優惠啊，入場咧即係60蚊就包埋睇海獅表演嘅。如果淨係門券咧就45蚊，佢原價係80蚊㗎。咁記得出示身份證就有呢個優惠啦。海膽啊，好新鮮啊！佢叫做紫海膽啊，呢個水母世界。呢度有20種嘅水母㗎，展區咧就用咗紫外線燈 LED 燈，再加上鏡面牆啊，好似走進咗海底世界咁啊！我就最中意呢個場景啦，天花板咧彩色嘅燈膽光咧反射喺大魚缸嘅玻璃面上啊，令人有一種沉浸式嘅感覺啊！小好正，有條波點魚啊！佢叫做海蘋果啦，呢啲，即係咩生物咧？唔同顏色嘅魚好似彩虹咁，叫做啲咩魚？我呢個打卡位好靚喎，係咪啊？呢個歡樂海獅劇場係必睇㗎。海獅表演係幾好睇啊，小朋友好中意，特別係啲互動嘅活動啊，記得要另外買飛睇㗎。OVO 雖然場地唔大啦，冇得同大型嘅水族館比，但勝在呢就係商場裏面交通方便啊，又有半價優惠，去開歡樂海岸呢都可以帶小朋友嚟玩下啊。商場有一層呢，全部都係親子活動嚟㗎，好似呢一間以礦工為主題嘅 Playhouse。親子活動咧都有成10間8間㗎，呢一度，全日任玩嘅小型 Playhouse 咧，呢一個就68蚊嘅。呢間咧好得意喎，係烘焙加陶藝咯，得唔得㗎？兩樣唔關事嘅嘢。體驗價108蚊都 OK 喎，我有興趣整。如果想剪頭髮，呢度都有一間嘅。
之後介紹呢一度嘅鋪頭啦，一般嘅大型運動品牌都有嘅，仲有 LEGO 啊、玩具店啊、圖書店等等嘅。仲有呢一個叫做次元街區，就有好多動漫嘢睇嘅。仲有呢一間 Coffee and Puzzle 啊，有唔同嘅 puzzle 啊，仲有啲係 3D 㗎，有位呢可以坐低一邊飲咖啡一邊砌 puzzle。嘢食方面呢，就呢度有一間農間菜，又係湖南土菜，又有酸菜魚，主要都係中菜咯，同埋有啲意大利餐廳。lunch 我哋嚟食咗綠茶餐廳啦，咁呢喺銅鑼灣希慎就食過好多次啦，咁就試下呢度呢間。都有兒童餐啊，20蚊咋。佢叫好大杯檸檬茶，真係勁大杯咯，有700 ml 噶。有濃請奶，濃請奶，因為奶味太濃，茶味我中意茶味濃啲嘅，所以一般呢個似奶咯。呢個叫做鐵板包漿豆腐。呢個咧好味喎，係少少辣啦，咁啲豆腐好滑啊。唯一挑剔咧就係加咗芫茜啊。仲有呢一個鐵板牛肉嘅，同埋推薦菜品多。呢個牛肉唔係講笑，真係超級好味，一定要嗌。係非常野味啊，餸飯一流啊！呢個咧喺香港就食過好多次啦，睇下呢度啲味道一唔一樣先。係一樣咁好味啊！用大眾點評仲有額外嘅折扣啊！今餐飯呢食咗83蚊左右咋，非常之抵食啊！而且古色古香嘅佈置呢亦都好舒適。由於歡樂海岸呢開業都有一段時間啦，人流呢就唔算多，上嚟深圳親子遊又怕逼仄嘅話，嚟呢度就啱啦。其實呢仲見到不斷有新鋪開張㗎，唔係最新嘅商場，但命聽得都好好啊！今次係第一次介紹深圳嘅親子景點，希望大家鍾意啦，下集見，拜拜！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、like 同埋 share，下集見，拜拜！